后来继续来看高雄内蒙这个正月初二花后到处办桌的活动，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。因为疫情已经停2年无办了，今年又恢复办桌，讲按算要来办350桌，一桌6600块。今年的菜色如何嘞？做伙来看。鱼翅鸡安尼甜，互人看到强要流嘴烂。八宝丸整甲赤，佫有樱花虾、2仁米糕，看起来嘛真好食款。放山鸡炖的永盛鸡汤，也有这个招牌红烧肉。规桌顶好料理，宣告高雄内门的外家宴佫开办啊！人会当佫再一厝来到阮内门来看阮的办桌总铺师甲火火花。初二当外家内门的办桌真出名，因过拢大家收钱注文，因为疫情停办2档，今年佫办，打算要开350桌，一桌6000人。过去是拢办500桌啦，因为今年这安尼稍微考量到疫情安尼吼，所以减少过这个350桌安尼。因为实在成本有起价，起差不多2成。这摆办桌除了推广内门的在地农特产品，嘛无少成本用弄出的就班料理。咱的石斑、咱的龙虎斑、咱的龙胆，拢是真好食的一个鱼仔。今年有找死的总铺师，这个阿良师有创意，菜色真侪变化，行现代路线，网络的订单是有够多。阿基师有30多年的经验，功夫一流，历年来办桌的量超过2500吨。阿三妈甲阿辉师拢有超过40年的经验，办桌的功夫人人拢学落，坚持用传统的菜色传承都市精神。这摆外家宴，几位师傅专业的手艺，嘛会当好这内行的人享受到内门在地好滋味。